中間呢度。掌聲有請。可以望望中間嘅地先，唔該，主席。呢度，OK。就係 Patrick。首先我代表香港人壽多謝經濟一周頒發呢一個最佳儲蓄保險產品大獎俾我哋。近年息口高企，我諗市民普遍對於利率啊、回報率啊呢啲都非常之重視。一個儲蓄保險產品除咗提供人壽保障之外，佢嘅供款期啦、保障期啦，最重要就係佢嘅回報率啦，都成為產品嘅焦點所在。咁有見及此，我哋香港人壽咧亦都特別推出咗我哋 Welcome 呢個儲蓄保險嘅系列啦。咁亦都全面提升咗俾客戶嘅優惠同埋整體產品嘅回報率。今年我哋仲新加咗人民幣作為我哋保單嘅貨幣選擇，亦都加入咗好多財富傳承嘅一啲元素啦。咁希望可以提升到呢個產品嘅競爭力同埋吸引力。咁未來我哋香港人壽會繼續努力，會推出更加多新嘅產品同埋客戶優惠，希望迎合到唔同客戶嘅需要。多謝各位。仲有一次恭喜香港人壽保險嘅公司。